林二仑乡的南马社区，这个蒜香田这种花当咧大开，有不少民众来看这片美丽花海，感受社区独有的魅力。二仑乡南马社区发展协会为7-8年前参与社区政策，就开始伫咧种蒜香田。到即阵，嘛是有真侪民众来遮翕相看水。遮内底花开到遮尔济，搁遮尔水，吼我连工会较接过来，嘛会叫朋友来。这个花会红叫做蒜香田，是因为伊的叶仔若个绿绿的，会有蒜头的香味。但是伫咧10月到年底含3、4月开花，即摆花灯开到暗，看起来真浪漫的酷。伊特别就是讲，伊蒜香藤，伊叶啊，你甲挽起来，热的吼，造成嗰个蒜头的气味。除了蒜香田、美丽花海，南马社区内底嘛有真侪景点，会当互乡亲来遮行踏，包含生态池、小公园，拢是村民日常活动的好所在。庄头内底嘛有真侪花野的艺术品，欢迎民众来遮欣赏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